台湾精神，什么是台湾精神？这无啥容易定义，总是你若有拄到的时，随时就认会出来，讲这就是台湾精神。像排队拆车票，巴士顶让位予人坐。像我的朋友阿旭，伊人生最后痛苦的几个月，只2325只纸抓好，替2325万台湾人的幸福祈愿祈祷。你若是有看到23届世界台湾夜全体上头前3条空椅无人坐，就是要留予袂当来参加的王玉德教授、郑良伟教授甲蔡正龙博士。你若有机会熟悉因，你嘛会讲，这就是台湾精神。单雷写予学生朋友的代志，12台湾精神。第23届世界台语文化营，3条无人坐的空椅，留予3位台语文运动拍头阵的前辈。3位代表台湾精神的台语文运动前辈：王玉德教授、蔡正龙博士、郑良伟教授。国际台湾语研究权威、台湾独立运动启蒙者王玉德教授。王玉德教授一生所做的代志：小说、剧本写作、研究活动、台湾语研究、台湾独立运动、台湾历史研究、台湾文学研究、台湾人援日本兵补偿拯救运动告捷。1924年1月30日，王玉德在台南市本町现在的明园路2段出世。王玉德囡仔时的家族上，头前排倒平起，王玉德生母毛成春，爷哥王玉林。1930年，王玉德入学台南木港公学校。王玉德家族上倒手边第一个是王玉德，中是父亲王祖正。1936年，王玉德进入台南州立第一中学校。台南一中时代的王玉德，甲台北高等学校时代的兄哥王玉林。1940年，王玉德进入台北高等学校文科教类就读。台北高等学校是非常精英的学校，校风自由自治，学生主要是日本人子弟，台湾人的名额真少，会当考入去的，拢是全台湾上较优秀的学生。王玉德在高校时代就已经是一位文艺青年，伊读真侪文学、哲学方面的册。嘛参与后来刊物上方的编务，发表汉诗、日文、短歌、小说、评论等等的作品。1940年，台北高校辩论部远征中南部，伫台南公会堂合影，后排倒平第一位王玉德，前排正平第2位王玉林。台北高等学校时代的王玉德，甲东京帝国大学时代的兄哥王玉林。1943年，王玉德进入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支那铁文科就读。1944年，王玉德因为战争暂停伊的学业，疏开返去台湾，伫嘉义市耶稣事务科文史馆任职。1945年，王玉德担任台南一中教员。伊开始戏剧创作，嘛伫梁荣忠主编的《中华日报》日文版发表小说甲文化评论，其中较有名的一篇是《红红的台湾文学》。1945年，王玉德的台语舞台剧《新生之调》伫中古座今日的延平戏院公演，伊亲演陈老爷的角色，风评真好，造成轰动。前排倒平第3位的老爷就是王玉德。过当年伫中古座阁有演出《青年之路》，10年后幻影甲乡愁等戏剧。1947年1月，
王玉德甲林卓曼女士结婚。1947年，王玉德的兄哥台湾人第一位检察官王玉玲伫228事件受难。1949年7月，王玉德因为朋友学生连续受掠，感觉人身安全受到威胁，所以就经过香港流亡去日本。头前上正平是王玉德逃亡以后留伫厝的某囝。1950年，王玉德转去东京大学文学部中国文学与学科继续学业，专心做台湾语的研究。迄年12月，王玉德接某囝去日本。1950年代，王玉德完成大学甲硕士学位。大学毕业论文是试论台湾话表现形态，硕士论文是台湾音系述说。以后佫入去东京大学博士班。1957年，王玉德秘书自费出版第一本台湾人家己写的台语词典《台湾语常用语类》。1958年，王玉德担任明治大学兼任讲师。1968年，王玉德完成博士论文《台湾语音的历史的研究》，是第一位研究台语摕到博士学位的人。摕到博士以后，王玉德升任明治大学助理教授，嘛伫其他大学兼课。1974年升任明治大学教授。王玉德有真侪文学甲戏剧作品，因为台语戏剧的创作甲活动，引起伊研究台语的动机，立志要发明适当的台湾话标记法。伊认为语言是民族的灵魂，台语研究甲台湾独立爱同时进行。王玉德先后发明2种台语罗马字的标记法：王第一式甲王第二式。伊嘛有编日文台语教材、台湾话初级甲台湾语入门。因为白话字有真久的历史，较侪人知影，所以采用教会罗马字。1960年2月28日，王玉德甲6位留日学生成立台湾青年社，担任第1任委员长，推动台湾独立运动。倒评第3位王玉德，第4位黄昭同。1960年4月，王玉德创办《台湾青年》杂志，宣传台湾人独立自决的理念，建立台湾独立理论的基础。台湾青年为创刊号开始刊台湾语讲座，一直连载到第38期。王玉德的台语散文《我有去大巴年》刊伫台湾青年第4期，文章内底用的罗马字，就是伊开发的王第2式台湾话罗马字。台湾青年内容包含真阔，有台湾政治、经济、农业、文学、语言、历史等等，为以后的台湾学奠定理论的基础。台湾青年为1960年创刊到2002年停刊，拢总发行500期，对海外台湾留学生台独思想的启蒙，甲台湾文化的提升有真大的贡献。台湾青年社伫1963年改名做台湾青年会，1965年转型做台湾青年独立联盟，1970年加入世界台独联盟，变做台湾独立联盟日本本部。1966年7月，台湾青年独立联盟干部伫京都绝食抗议美国、日本支援国民党政权。王玉德甲在日台湾人伫街头示威，主张台湾独立。王玉德甲日本台独联盟同志。王玉德阁有做台湾文学的研究，累积不少台湾文学研究的成果。伊是战后第一位伫日本发表台湾文学研究论文的学者。伊认为台湾文学的主体语言应该是台湾话，不过无论使用倒一种语言书写，只要作者有台湾意识，
拢是台湾文学。王玉德嘛有研究台湾的历史，提出全新的台湾史观。1964年，伊出版《台湾课文的历史》日文版。这本册的特色是头一摆徛伫台湾人的立场来写台湾的400历史。1979年，《台湾课文的历史》中文版伫东京出版。2015年，《台湾课文的历史》的英文版《台湾 A History of Ugliness》出版。2021年3月，这本册的英文 Kindle 电子册伫Amazon 出版。王玉德甲牵手王锁梅。1975年，王玉德担任台湾人前日本兵补偿问题思考会事务局长，向日本政府争取支付原台湾人日本兵战亡遗族甲伤残者慰问金。到1987年伊过身2冬后，才得到成果，拢总有28000人，每人得到200万日币的赔偿。1977年，王玉德受邀请伫加拿大肯斯顿市昆士大学举行的第4届世界台湾同乡会年会专题演讲《我的台湾史观》，引起真大回响。1979年，彭明敏教授访问日本，头前排郑秀平，第1位王玉德，第2位彭明敏。1980年，228革命33周年，甲台湾青年创刊20周年纪念会，王玉德致辞。1985年热天，王玉德甲世界台独联盟同志。1985年热天，王玉德出席伫日本静冈县举行的第12届世界台湾同乡会年会。1985年9月9日，王玉德61岁，因为心脏病发作伫东京过身。自1949年25岁流亡去日本以后，毋捌阁返去心爱的祖国台湾。2000年到2002年期间，前卫出版社翻译出版王玉德专辑，总共15册，包括伊的台湾史论述、政治论述、台湾话研究、文学甲戏剧的创作研究甲评论。另外，嘛有伊的自传甲随笔散文。2017年，台南市政府出版李美清编译的《漂泊的民族》王玉德选集。这本册收集重新翻译的王玉德文学相关作品。2018年9月9日，台南市政府为着要感念王玉德对台湾的牺牲奉献，伫台南市5园设立王玉德纪念馆。得名第4位是王玉德夫人王锁梅，第5位是女儿王明丽。1977年第4届世界台湾同乡会年会，王玉德教授演讲《我的台湾史观》原音节录。咱做人安怎都爱知影历史，研究历史。历史是对现在出发，为着要知影咱的将来，所以咱较爱回顾过去。历史是经验哲学，研究过去，咱就会知影将来。就是对现之时，咱爱向的这个方向，应该安怎努力？这历史会教咱，就是温故而知新。所以历史毋是讲去一粒杂碎的这个知识就有够，爱有一个贯穿，对顶面贯落来，对下骹贯顶去的这个历史观才会用。而这个历史观啊，你若愈捌济历史的事实，就愈好，你就会当行来修正伊这个历史观。你的历史观就愈有科学性，就愈适当。历史的册总是对这个权力主义者偏向的，
偏好。你若袂当对这个、对这个原力主义者暗看，又到抹消的这个历史册的内面，听出受苦的民众的这个心声，袂当看出受苦的这个民众的这个当时的安怎来艰苦的这个状况，你这个人就是无看历史的资格。咱台湾人过去有啥物将台湾人做立场的历史啊？无半本，无半本。所以我在1964年的时阵出版本台湾课文的历史，要写这本册用4-5天的功夫写出来的时阵，日本的所有的新闻都批评真好，批评真好。